人稱 King Sir 嘅香港戲劇大師鍾景輝，今年6月3日離開人世，享年89歲。早前家屬已經為佢舉行葬禮，到咗15日，香港演藝學院又為佢辦咗一場追思會。呢一場追思會係公開舉行嘅，就係希望令到更多嘅人可以親自送別 King Sir。當日唔少圈中嘅人都有到場，包括杜琪峰、姜大衛、潘燦良、陳國邦等人。但係喺一片黑衣人當中，最令人擔心嘅係62歲嘅張達明。當日下午，張達明有一名女性工作人員推住輪椅進入會場，佢着住黑色嘅恤衫，戴住灰色嘅帽，口罩遮住咗大半塊面，全程冇停低落嚟受訪，表情亦都好嚴肅。雖然頂帽壓得好低，但係仍然可以睇得出佢比今年4月同吳鎮宇、黃子華等好友聚會嘅時候更加瘦，成個人都好憔悴，身形亦都明顯單薄咗唔少。張達明進入會場之後停留咗幾個鐘，下午5點半左右就先行離開。佢會提前離場係為咗避開媒體或者係接受訪問。張達明如今嘅狀況睇起身似乎唔係太樂觀，但係同場有藝人話張達明其實仲可以行動，亦都一直有約飯局，只係大家嘅時間就唔啱。話雖如此，但係見到佢要坐輪椅出現，好多人仲係忍唔住擔心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張達明嘅呢一啲年真係唔容易。佢同鍾景輝嘅關係亦都唔止係前輩同埋後輩咁簡單。鍾景輝係佢嘅人生導師、戲劇導師，亦都係佢婚禮上面嘅主婚人，所以就算身體唔舒服，佢仲係要嚟。張達明嘅人生就好似一出大起大落嘅戲。1964年，佢出生喺香港筲箕灣木屋區，嗰個時候嘅生活環境並唔好，木屋區遇上咗天災，隨時可以乜嘢都冇。後嚟山泥傾瀉，房屋被埋，一家人被迫搬到咗福華村。雖然顛沛流離，物資匱乏，但係佢自細日就展露出極高嘅語言天賦。小學就喺校慶表演上升，中學又參加話劇表演活動，初涉舞台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張達明嘅中學同學有令狐沖、呂頌賢。長大咗之後，兩個人不約而同走上咗影視道路。張達明順利考上咗演藝學院戲劇系，算係香港為數唔多嘅正經科班出身嘅演員。一開始佢呢就冇急住做演員，而係做幕後寫劇本、做導演。1991年佢寫咗喜劇電影《笑聲撞地球》嘅劇本，仲喺裏面客串咗小角色，同曾志偉、林敏聰等人合作。第2年佢又憑住《客鄉陶情緣》攞低咗第1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演、最佳編劇。嗰個時候嘅張達明年紀唔大，已經喺舞台劇圈裏面證明咗自己，但係佢冇滿足。後嚟佢攞住獎學金去美國深造戲劇創作，返到香港之後，佢遇上咗另一個好重要嘅人黃子華。黃子華當時已經做緊棟篤笑，但係一個人講耐咗，亦都想揾一個 partner， 於是佢就諗起有合作過嘅張達明，兩個人一拍即合，呢件事就成咗啦。舞台上兩個人大膽向社會潛規則開炮，嬉笑怒罵當中諷刺時弊。關於職場放假，無論你放幾耐嘅假，你嘅份內工作始終都係留俾你嘅。唔單止係咁，放完假之後你就會發覺唔係你嘅都係你嘅。後嚟再加上熱愛表演、冇包袱嘅吳鎮宇亦都加入咗呢個陣營，三人合夥推出 Show 跟 Show， 激進戲謔調侃。為咗痛斥社會上嘅不良風氣，三個人直接喺節目上面整出打歌舞台，合唱做歌文明中國人。最後嘅歌詞直接點明不要逃稅，我們共建新香港，可以話提前預知咗娛樂圈嘅熱點啦。後嚟吳鎮宇忙於演藝事業，不得不退出組合，而黃子華同張達明嘅關係亦都傳出咗微妙嘅變化。1996年，張達明接到咗周星馳嘅邀約，從此開啟咗同星爺嘅合作。佢接連參演咗《大內密探008》、《算死草》，一度成為周星馳御用黃金配角。1997年 TVB 睇中咗佢嘅口才能力，特別邀請佢出演《狀王宋世傑》。呢一部劇取材於周星馳嘅電影《審死官》，人物原型為明朝狀王。
呢一個角色唔係一開始就偉大正義，佢一開始亦都貪錢，亦都現實，亦會睇住銀兩嚟做事。只要錢到位，黑嘅都可以講成白嘅。後嚟經歷轉變，先至為苦主翻案，變成有良心嘅狀王。呢一套劇一播出，成績相當唔錯。第二部好快開拍，到咗狀王宋世傑二，黃子華亦都嚟咗，不過佢演嘅係奸角賴三，呢一個角色一樣搶戲。於是外界就開始將兩個人作比較，話張達明喺電視劇棟篤笑方面嘅成績已經追過黃子華。媒體最中意就係呢種戲碼。後嚟張達明亦都冇一直留喺電視劇圈，佢覺得電視劇未必能夠完全實踐自己對演藝嘅要求，於是又將重心放返到舞台。佢仲主動開拓咗廣州市場，將棟篤笑帶到內地，冇諗到反應好好。咁冇幾耐之後，黃子華亦都進軍內地市場。嗰個時候，兩個人頗有王不見王嘅架勢，互不提及對方。到咗2012年，命運突然狠狠咁樣打咗佢一拳。嗰一年，張達明開始出現頭痛、流鼻血、耳鳴等等嘅症狀。一開始佢就冇太在意，嗰時佢工作好忙，根本就冇時間好好睇醫生。等到手頭嘅工作完成，佢先至去醫院檢查，結果出嚟係鼻咽癌3期。呢一個消息對於任何人嚟講都係晴天霹靂。張達明當時諗到自己嘅2個細路，成個人都好複雜。佢甚至已經為自己揀好咗骨灰龕，最壞嘅打算都做咗啦。但係最後佢仲係決定撐落去，為咗抗癌，佢全面停工，推晒所有嘅 job，開始漫長嘅治療。化療、放療，一輪接一輪，過程有幾痛苦，只有經歷過嘅人先會知道。口腔大面積潰爛，連食嘢吞口水都辛苦，頭髮成扎咁樣甩，身體迅速消瘦，體力差到連行路都困難。佢最瘦嘅時候體重一度係跌到大約40公斤，成個人係瘦到變晒形。為咗醫病，佢中醫西醫都睇，連民間偏方都試過。而重病最現實嘅地方係佢唔單止折磨身體，亦都折磨荷包。冇工作就冇收入，生活壓力一下子壓落嚟。張達明甚至諗過賣樓減輕經濟負擔。好在呢個時候身邊嘅朋友冇離開佢，吳君如幫佢介紹工作，吳鎮宇帶佢周圍揾醫生，周潤發就帶佢去跑步，陪佢鍛煉身體。另外黃子華亦都同佢慢慢修補關係。好多時候，人生最睇得清朋友，唔係喺你風光嘅時候，而係喺你病到連講嘢都冇力嘅時候。張達明最後撐咗過嚟，佢戰勝咗 cancer， 但係 cancer 唔係打贏咗就完全冇事，治療留低嘅後遺症繼續跟住佢。張達明曾經透露自己體內重金屬、鉑金含量超標好多，引發中毒，神經系統受損，四肢長期麻痹，活動能力大不如前。所以今日睇到佢坐輪椅唔係突然嘅事，佢呢一啲年一直喺度同身體後遺症拉鋸。更加令人意外嘅係，抗癌成功之後，佢做咗一個好重大嘅決定，同太太離婚。呢一件事當時亦都令到好多人感慨。張達明就話佢唔想因為自己嘅病痛繼續拖累陪伴多年嘅妻子，佢將房產留咗俾妻女，希望對方可以重新開始自己嘅生活。佢深知照顧一個長期病人有幾咁辛苦，所以選擇放手。呢個決定好難講邊個啱邊個錯，但係起碼睇得出佢唔想將自己嘅痛變成人哋一世嘅負擔。不過張達明就冇被打冧，康復之後佢繼續做運動、行山、鍛煉身體。周潤發亦都曾經陪佢跑步，幫佢一啲啲揾翻狀態。後嚟佢重新翻到演藝圈。2020年，佢憑借住電影《麥路人》攞低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。呢一個獎對佢嚟講唔止係演技嘅肯定，更加似係命運還俾佢嘅一個掌聲。咁近年張達明亦都冇停低落嚟，佢繼續寫舞台劇，繼續創作。佢話自己唔為市場、唔為潮流寫嘢，只係寫自己經歷過嘅事，因為真正經歷過先至會有真感情。大病之後嘅人最清楚人生冇咁多廢話，乜嘢名利，乜嘢比較，乜嘢邊個輸邊個贏，最後都不如身體仲撐得住，心裏面仲有嘢想講嚟得重要。
所以呢一次鍾景輝追思會，張達明無論如何都要出現，因為 King Sir 鍾景輝對佢嚟講係老師，亦都係引路人。鍾景輝一生教過太多嘅學生，提攜過太多嘅後輩，佢係香港戲劇界嘅巨人，係好多演員心中真正嘅前輩。張達明坐喺輪椅上出現，係用自己嘅方式話俾大家知，身體可以弱，但係情義唔可以缺。願張達明好好保重身體，亦都願 King Sir 鍾景輝一路走好。